都算嘅啦。我相信所有人都冇預計到嘅南區可以攞到咁嘅成績咯。大家都覺得即係寧願啲球員係一場一場進步。今日關鍵就係我哋可以上半場領先咗佢，而帶入下半場。咁我下半場都知我哋始終都係擅長拎住一球，我哋再去做，即係做緊手再配合突擊就好啲咯。9分係咪你開季嘅時候即係上半季預測即係目標咧？其實我哋上下都目標都越攞分越多越好。其實9分都相信都算大啲。當然仲有一場FC 都希望可以做多3分，可以做更加輕鬆啲帶入大比賽。會唔會而家個杯賽可能會放多少少，定係你杯賽順其自然啦，因為始終我哋都係 focus 喺個聯賽嗰度。咁可能下場嘅杯賽會讓即係俾個別主力球員優勢，因為其實今日都開始有少少疲態，即係主力球員。今日嘅場面已經請各位球迷依接在場嘅工作人員嘅支持嚟喺場合作。